嘉义市启智协会最近成立爱心咖啡坊加爱心工坊，让身心障碍者有头路通好做，也会增加因接触社会机会。身体障碍囡仔专心画图，画好了后要来甲图片变做是画仔厝。嘉义市启智协会最近扩大原本做夜所的规模，成立咖啡店，增加身体障碍学员的出路。有些家长他觉得说，好像不太可能。我们说我们不要说不可能，我们把它画有无限的可能，我们不要把它画地自限。然后他们家长也都非常的支持。市政府社会处表示，身体障碍者伫18岁离开学校了后，刷落来学习甲社会接触拢是问题。透过公部门甲民间团体的协助，希望伊会当伫社区内底替大家服务，嘛增加社会参与的机会。我们的这个成年的身心障碍者，离开了我们的这个学校的环境之后，能够有一个地方去。那小作所它就是有4个小时，每天大概就是4个小时的这个作业，那它是要实际从事生产的吼。这间新启用的爱心咖啡坊，楼顶原本的日间作业所也阁伫咧，后壁增加小型的农场甲篮球比赛场地。启智协会表示，这个所在互一寡程度较好的囡仔有发挥甲进步的空间，嘛增加社会大众对身体障碍者的认捌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